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5篇，列王纪上卷18章第1节到18节，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军装。最近台湾的选举最热门的议题，大概可以说就是军备。台湾需不需要军备武器，造成了不同政党的壁垒分明。但是事实上，当我们看到在面对邪恶的中国共产党每天的军机、军舰的这个骚扰，军备真的是必要，而且是有急迫性的需求。台湾事实上不是好战，也不求战，但我们必须要有够用的、好用的军备，才能避战。就如同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。路加福音第2章记载，有一群上帝所差遣的天使与天军来向黑暗当中、旷野中的牧羊人报佳音。这天军所代表的并不是真的军队，而是上帝保守的权柄。因为当上帝为我们征战的时候，就如同是军队一样，这代表的上帝的全能与力量，上帝的保守与看顾，透过如同军队一样来保守以色列人，免除他们在敌人势力的攻击底下。基督徒应当穿上上帝圣灵的军装，面对如同大军压阵的敌人们。就如同在列王纪上18章第1节到第18节，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情况。圣经的记载这样说：过了一段时间，旱灾的第3年，上主对以利亚说：你去见亚哈王，我就要降雨了。以利亚就动身去了。那时撒玛利亚的饥荒非常严重，亚哈召主管王宫事务的俄巴底来。俄巴底是虔诚敬畏上主的人，耶洗别杀上主的先知的时候，俄巴底救出100个先知，把他们分成2组，每组50人，藏在山的山洞里，并且供给他们食物和水。亚哈对俄巴底说：我们到境内所有的泉源和河床寻找，看能不能找到足够的青草来养活马和驴子。也许我们不必杀害这些牲畜。于是他们同意分别到不同方向和地区去查探。在路上，俄巴底遇见了以利亚，他认得以利亚，就俯伏在地上说：你真是我主以利亚吗？以利亚说：是的。你去告诉王你的主人，说我在这里。俄巴底说：我做了什么？你竟要把我交给亚哈王，让他杀我呢？我对永生上主你的上帝发誓，王在世界的每个国家寻找你，如果有一国的首领说你不在他的国家，亚哈就要他发誓说你真的不在那里。现在你要我去告诉他
你在这里吗？如果上主的灵在我离开后带你到另外一个隐秘的地方，而我又告诉了亚哈你在这里，他找不到你，一定会把我处死的。我从小是一位虔诚敬畏上主的人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耶洗别追杀上主先知的时候，我藏了100个先知在山洞里吗？我把他们分成2组藏起来，每组50人，供给他们水和食物。你现在怎能叫我去告诉王你在这里呢？他会杀死我的。以利亚说，我指着所遵从的上主万军的统帅发誓，今天我一定要让王看见我。于是俄巴底到亚哈王那里去报告，亚哈就去见以利亚。亚哈看见以利亚就说，原来你在这里，你这个使以色列遭殃的人。以利亚说，我不是使以色列遭殃的人，你和你的父家才是。你不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去随从巴力。当以利亚面对众多的巴力先知对抗的时候，他所需要的其实不是所谓的军力，或是自己的能力。先知以利亚所需要的是上帝的同在，因为有上帝的同在为他征战，让他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之下，却能够赢过众多的巴力先知。也因为以利亚先知坚定的依靠上帝，他就非常明白的指责亚哈王。以利亚说，我不是使以色列遭殃的人，你和你的父家才是。你不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去随从巴力，因为他们离开了赐恩保守的上帝，随从巴力去了。为了要对抗恶势力，基督徒必须依靠上帝的能力。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基督徒的提醒当中，他就非常明白的说，因为他说人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对抗邪恶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7节的记载，保罗话是这样说，标题写着上帝所赐的全副装备。最后你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，你们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武装，好使你们能够站稳，抵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同天界的邪灵，这就是黑暗世代的执政者、掌权者和宇宙间邪恶的势力作战。因此你们要以上帝所赐的武器装备自己，好在险恶的日子里能够抵御敌人的攻击，战斗到底，始终守住阵地。所以你们要准备好，要以真理做腰带，以正义做护胸甲，以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子穿上。要常常拿着信心的盾牌，好使你们能够抵御那邪恶者所射出的一切火箭。你们要以救恩做头盔，以上帝的话做圣灵所赐的宝剑。我们看到，只有这样的装备我们自己，基督徒才能够
来对抗恶势力，才能够在与恶交战的过程当中来得胜。我们再看看保罗他教导的内容，他说：所以你们要准备好，要以真理做腰带，以正义做护胸甲，以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子穿上，要常常拿着信心的盾牌，好使你们能够抵御那邪恶者所射出一切的火箭。你们要以救恩当头盔，上帝的话当圣灵所赐的宝剑。追求真理要从每日的读经开始，有上帝的话语就成了我们身上的武装，读经才能够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正义，有了上帝的正义就成了我们的护胸甲，可以抵挡恶者的攻击。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要勤奋的将和平的福音来与人分享。在面对困难、危险以及恶者的攻击的时候，要有坚定的信心作为盾牌，才能够抵抗。就如同保罗所说的，有了这一切，就能抵御射出的一切火箭。诗篇125篇，上帝子民的安全。信靠上主的人像锡安山，永远屹立，坚定不移。正如同群山环绕耶路撒冷，上主也照样保护他的子民，从现在一直到永远。上帝的子民不会永远受邪恶人的辖制，否则他们也会走邪恶的道路。上主啊，求你善待良善的人，赐福给心里正直的人。至于那些走邪僻道路的人，主要使他们跟作恶的人一起沦亡。愿以色列永享太平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真理、正义以及信心，让我们有热忱来传扬和平的福音，让我们能够抵御黑暗势力的攻击。求主帮助我们以坚定的信心来跟随，坚定的依靠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